希望咱处理感谢一下吼，甲咱好安这个处理感谢一下吼。希望因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吼，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吼。那头拄你讲到就是讲咱的这个大头推啊吼，今仔日吼咱在座真侪老师、真侪专家、真侪高手吼。但是若讲到这个大头推啊，咱光山这个业师的这个这项的大头推啊吼，那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吼，真有可能啊，是咱台湾大头推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。哦，伊是直接对泉州的南湾哦来到咱台湾，哦，来到咱台湾呢就保留伫台湾，即摆去大陆找无这种推销员，找无这种大员，哦，所以头早就来甲各位报告就是讲，咱今来看真济推销员，但是因这个推销员哦，我看咱细咱济，但是你若低某叫占着全稳落去哦，顶早业师就是，一个希望来是哦，低某来。占着全稳去啊！哦，所以这个软地人吼是无共款的人吼。嘿，好，过来就是因为系列带来吼，因为新春吼系列咏春的这个拳术啊，咱讨论的是华冈哦林。